红红的是桃花，这白白的是梨花老。小兰桂在山为我牵走门，怎知我满腹心事满腹恨，他倒是晨光多明媚，我看来人间山川是谁尘。小姐，你看这朵红红的蝴蝶花，多么鲜艳可爱呀！也难怪替你戴上。难怪你放了我不戴红花帽。小姐不爱红花，爱白花。老，那边我去猜。难怪。妹妹，快来！莫名没呀当为餐，兄妹双双还愿心，祈求观音来保佑我上去谁上永康宁。妹妹，我们快走吧，哥哥走。看见他兄妹双双同烧香，太阴阳兄妹牛过飘碧，家照颠沛留一份。牵牛陪我4年春是两双情，但不知兄妹何时得重逢，小孩的哟。患难解闷，只怕夫人要怪我此恨小姐不用心。小兰桂一番语道理，我岂能不为你不自伤不知残念谁用恨下恨。兰桂呀，你看小姐早
我再自理花回去。姹紫嫣红花似锦，你真无听了。当中能在气氛平。我的对了，都是你。病子的下联音，终于描笔丹青丝，也画不出这一旁了然。也要成缘，啊，两不两包，看见你常来人往十分热闹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相公前面去是大寺哦，这些人都是去烧香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相公，今天是2月19日，观音生日。观音生日，哎，相公，我们也去大寺语文催催你闹好吗？倒也是的。哦，慢。相公，有什么事嘛？想那大事人中，今日烧香的妇女，定是十分拥挤。我等进去问查一起，都与不平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？我们只管语文，不去看他们一件事了。不去的，好。相公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咦，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来宝，什么东西？借我看看，借我看看。喏，让我，你让我。喏，哎，喏，相公，两不是个好东西，推推的藏起来了。两宝找到了什么东西，去来入口。哦。原来是一方牛背，西把牛背看分明，金银光线上人，上客鸳鸯摇一张。玲珑铁头岳飞带，快来此文多珍贵，定成名家关来相公，这块牛排就接我玩吧。这牛排不知是谁认识了的，我们离给不归原是。对，相公，那我们怎样归还人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人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是可将缘分奉完了。相公这个有理，那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再去游玩了。有称上京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人？相公说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都是你借一块什么牛排来？好，等吧，等吧。
位大姐，看你神色慌张，四处寻找，莫非收了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收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设下的。喏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十陪有事生我心。小妹还是没有找到，哎呀，快去找嘞！莫非是连带观音先生啊？前世奉旨人间就是那天上心上也同情。哎呀，小弟，两位喏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哦，大姐，可就是这一方面呗。真是，那小事就远不甭完了。多谢相公了，都是为了你们这块牛排。哎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。两夫，咦，这君子你太平平平感情，终后老人人可敬。君子啊，谢金隆恩来比我。不滚，凤凰十文是本安稳，区区小事何足钱？兰桂小弟，我们回家去是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！哦，两不两宝，叔叔与我带路。是。在民房中去推门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！两不两宝，快去当听前面是哪一家呀？哎，相公，这不是吕先生的家吗？什么？是我先生家里？相公，你连先生家都不认识了？啊，呀！咦，好生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并无女儿，这位小姐她
他是谁呀？哎，啥人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原来是梁师兄！哎呀，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怎么站在门口孤门不入呀？请进，请。啊，李师兄，梁师兄，话嘛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不能倒背。好，李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话要问你。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是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快讲啊！哎呀，我讲我为啥吞吞吐吐的嘞？你快讲呀！哎呀，吕相公喏，就是故知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娇娇滴滴，标标致致的那一个。啊，李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原来你要问的就是她呀！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她嘛是我的阿妹呀！哎，小弟与刘兄事与同场，情同手足，从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就有了呀！刘师兄虚开玩笑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啥人不能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给侬听。元宵节，我是父母团亲到镇家，回来是传儿过长江。昨天的有人落了山，我是姐姐那个忙忙叫那船家救起了姑娘，从啊淮阳，她说是山东的人，冯家呀女，才请到南京来经商。我因是父母跑病死，他是受人欺苦头家。我母亲见他多年，急着命令还告他。是嘞，他的身世实是凄凉。是啊，哦，千万李师兄，不知灵妹家务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，可曾许配身家了啊？哦哟，梁师兄啊，侬一不看相，二不算命，问得这样仔细，做什么啊？是啊，刘兄喜得灵妹，小弟问问又有方啊。哦，应该问是应该问，他呀名叫云阳，今年18岁，这桩婚事嘛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完了，咋了嘞？哎呦，妙啊！哎，这里是天堂，可不是庙堂哦。欢迎呀，明儿与咱分相帮，他闺中还是有希望。求刘兄去做媒，以免得林晚月老别走张。啊，李师兄，请受小弟一礼。哎，并不无辜，因啥个礼呀？小弟也是求刘兄。哦，梁师兄为事情要救我啊！王兄起来要帮忙。哎，干么是帮啥个忙嘞？小弟是实在叫我去与财，
让我一同有撑起个呀，不是的，在家湾雷雨灵梅去上香。哎呀，这个香倒是烧得蛮好的。刘兄啊，小弟心事愿实讲，咱们能讲来呀？到自己啊，我觅得少女进来忙，今日必先从天降，缘起容易啊，要配好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劝梁兄侬须得忙，一个那个姻缘我承当，侬未娶，哎呀他未嫁，更何况郎才女貌是更相当。我做媒人是到成功，侬可回去快快准备做新啊！多谢刘兄承接，好，我就先收下你这个小妹师兄，那小弟就等候佳音了。佳音，哦，上快个，我马上就不弄。兰桂，兰桂，快请小姐出来。刘师兄，安兄。阿妹啊，让阿哥来帮侬迎接迎接。喏，这位是梁师兄，梁师兄啊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啊。梁师兄，师妹，安兄，唤小妹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你的师兄，过来。哦，原来你是要当面举亲呀！那就亲吧，亲吧，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喏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。安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，是贺喜阿妹在。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？哎呀，安兄问他这人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同阿哥来做哪个人？旁听是一红万岁，那亲自不断转正来，但见他气血闹平地外，叫声谁上发转对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神女人才，文女文才，就是跌去灯笼嘛，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安兄夸奖两不喜，此次郎君甚可贵。阿妹啊，你到底是愿不愿意呀？啊，愿不愿意呀？哎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。啊，安兄不见女孩心，叫我时候把开开。阿妹呀，阿妹呀，哎呀，阿妹呀，阿姑做大妹。
以为从来不在那个话句句是实在，提起那两牛丝，哪个不赞美？他操守三事才相符，待人绝不强他不是当朝宰相？是啊，那他是梁世龙之子。恰是晴空相贴嘞，正当我莫当一口哎，将万岁用上。你到底是缘分人啊？缘分人，阿梅，咦，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哎呀，对呀，这种事情叫他一个女家。怎么舍得出口呢？哎呀，不错，但我向爹娘禀报这个美人嘛，我一定要做一成功的。什么体统？我想，夫人，当我王中那本三五报纸拿到这里来，是小心，好谁了，可要你的革命。是梅香，把这个画饼拿走。报是谁叫你拿到这里来的？小姐，这是夫人啊，是我娘。哼！哎呀，要讲我的好宝贝呀！表弟，这里没有事，都到外面帮忙去。是。你叫啊，是娘叫他来拿的呀。娘，我是你呀，也太偏心了哈。哎，娘怎么会偏心啊？这三五报是乃是女儿写，他从京都带了来的，你为什么把他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
新房里没有一点好的摆设，节庆郁闷垮了，也不像样啊！像样？我弟弟在朝回城下，满庭仙鹤飞寻常。往来的都是好门贵，总比有欢事公一大。金色家吕家女儿许金福。挂你姑姑配酒家，他这个两家都知我难得在，做后娘落得人山把饭啊尝。你我将来实见光，让他宝贝儿子，私人大娘。你为哥哥这想的多。心啊，娘把你红日怕风，寒日怕阳那你为什么把女儿的堂事啊，你就不放在心上？做娘的是千万也想来，谁叫也想，时时刻刻都放在我的心上的呀。去年在京都，娘不也为你操过心吗？真下家不识得举，哼！哦，这就不用再提了。如今你弟弟在京里留心，为娘在家乡留心，总想替你找一个有权有势、有才有貌、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哟！夫人，禀夫人，花轿来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也要走了。哎，有巧啊！好宝贝，带娘去吧。难以自
姻缘，把这阡陌放在那人。3月来我绿头绿胸把亲眷，每早见君愿难人。从此我思索无尽无心困，三餐错晚兰香儿，三目所长最漫漫，夜待朗月我行万中有人无此诉，一鬓相思临夕阳水，好容易盼得菩提杨子水，洒出了三界鸳鸯人，今日同往残夫妻，花朝月人永不散。新郎官，新郎官，新郎官在哪里呀？刘相公最好。两不两包，快去夸夸你家相公，我们向他欧西去。相公，新郎官，恭喜呀，是恭喜！刘兄请坐。请。哎呀，花作红当当，桑桑树东方。新郎官呀，我这个阿舅见牛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哦，两包，快去酒来。啊，哎，慢来慢来慢来，新郎官，这新房的剧嘛，应该先去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唱，今日老酒。我愿你同我的阿妹是相敬如宾，把手偕老。谢刘兄敬言。梁师兄啊，我的阿妹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嘛，总算是做成功在。不过，我阿妹在永婚之时，也发虽小3年，你可要谨记才行啊！两不两包，快在吕相公去喝个痛快。吕相公最好。送刘兄。哎，新郎官，来补来补来补啊！刘兄的情呀发言，可敬娘子离人，他为报却老要受强，我立刻见他小心等3年，等得他经济丝袜渐渐紧，若是后运得其言，
但觉得心有灵虚，一点痛，结一个贵重之缘，我心愿已在心万千。飘起红巾诉中原，见娘子比初见时更精神。娘子啊，我与你一别三月十三秋，我魂牵梦绕苦思绪，感谢娘子安静从容，今朝的化作来日从啊聚生。娘子啊，从今后天长地久，咱夫妻娘娘是些今生一杯好欢聚。喜字只有因哈欢聚，曾自笑出马愿意当家女，同房相对不曾心落。娘子请允许，我不为应娶，是娘子不为允许，那还是不应也罢。既是愿意，就不应该来聚首。我父母之仇深似海，我岂能以仇人之子计乱谁？为此为生杀父约有几层，大清那亲人好报仇。见娘子默默无言，低了头，恰为我连丝恨与恨仇。三更了，哦，莫非他是为了要发之事？啊，娘子，你用婚之时，刘兄转达要发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定是十分劳累，事情效率甚高，
不须朝夕问心，小生明日再来盘问娘子。哦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有事，可命后下前来示。哦，下告示。娘子，夜深风寒，不须关上舱门。娘子若挑人，小生在死亡安然，也能放心了。是否愿送？告示。他娘，今日里中秋同迎团圆聚，愿他们夫妻和睦，花月圆8年长。请他娘，盛风佳期被思妻，今日终妻。我更悲愤，我想看见他娘。偶像起来，偶像何事？他娘今日乃是8月中秋，相公在花园桂花亭中设下酒宴，特命我想前来相亲大娘前去赏月。你却未必一家相公，使我无心赏月。他娘啊，只为你终朝出门不欢茶，相公是愁得无心托门上。今日他在园中来举桌一灯，他起身心他空开望，望娶大娘来赏脸
年心肠。两月4号，两月4，我与你守家女难同席，又比初定呀用此情。他娘，不行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去卫兵一家相公，送我去就是。此次多谢他娘带我去卫兵相公。哎呀，他娘，你可需要来我来。两月4。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孤寡，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菩萨。任凭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对我何曾说过3句话？思亲手笑手上亲，也何止愁肠不能讲？难道他令我与阴情？难道我何此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娃，咋能够嫁得娘子心中人？就是万苦艰难，我也愿受下。不想大娘可曾请来了？他娘说他谁知道？哎呦，好，我想少得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音乐鼓，好似观香长心灵真理一贯把气音。见他满面春风，我很感动。
我为人原因，望娘子实在。既曾夫妻，何必客气？我待他应啊情理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奶奶气，慢慢在乎他家到里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常理，不见也罢。请坐，随便坐吧。娘子，此言差也。圣上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叔同达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此次举起容戒也礼仪。有礼奉还，有礼奉还。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，要问可听使唤。见体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做梦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小赞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饮酒的吗？是。不知还有无要事？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恰也难得聚堂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结余为王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如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三妹尽说长吁短叹，即是瞒得了神灵。娘子，到底如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生于非常事，非常事与非常心，这非常心你何必知？虽然是个人自有个人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
只怕难为我两女死。听他一语长吟诗，难道他我终于受子？娘子不必一成名，若是要裁破你心事，你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谢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去猜吧，娘子，莫不是来我家祈求不是意，故而你心中满是事。我好比麻雀飞着凤凰桥，还有什么缘不是？莫不是压弯是风，你不诚心，你不还差钱，他应生子。阳关是风无差池，与我莫共相思。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压，你生受委屈难启齿。灵堂是深邃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一次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灵媒出言与不是此，我一般今生一太无耻。莫不是你为受高峰心不坏，原若是为想在公场归子。富贵荣华好早见，何劳云呀操心事？莫不是你另有隐情别有知，姻缘不愿配鸟死。你枉为是个外门子，实话不过小子。欠我一娘太宽情，难道你言我表示？小生并无此意，娘子休要生气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娘女士。
来谢家子，今日里难测娘子的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陈父亲，你女人娘们情无梦，差家之儿情夫婿，夫妻何否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是今日你所亲生，为若是爱在，就是不与我贴上心上钻。娘子啊，今日里你我共赏中举，团圆结，团圆圆是夫妻。来，与你谈谈心，家门，欢喜喜图佳期。其中去，我此心非，心酸难忍，我恨有情。他这子终是夫妻呀，断
错了，娘子错了，娘子。唉，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啊！他以为气，以为闹，薄情成疾世上伤。看起来我前世受功必受当，今世夫妻难熬行。他既无情待我死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哎呀，不对呀！见娘子她灵隐神色色气俏，伤心又恨泪又淌，其中女呢喃是两来他苦中不能相承担，道人为王谁劝家愁望娘子，哎呀真得了这哎呀，对呀，我还是好言去追问，上法将他的仇恨消。金碧两双门，咦，戏厅里面声些节目，哦，莫非娘子身子不垮，安谁去了？我也不便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死亡，明日再来。唉。咦，我刚要为尊死亡，他到这里面叹起气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腹事，但听背后言。怪生啊，怪生！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官人，今日在背后都叫起我官人来了。哎呀！这多少有趣哟！两牛死啊，两牛死！No！公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算你把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啊！咦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君子君，我与你天造地设是家人。我是天上心上男儿。
呀亲们，我为你情愿把心狠，求你多少春空来替花样人。怎么又哭起爹娘来？可爹娘子泪似雨下，终去在园中恨更他。想起我弟弟下生的官居与死归王家，只因日夜见君王传奏建设无邦家，那全集为恨死头记。8月15，我爹娘必血送我昂上，预兆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亲早成娃，委屈他日能生缘，何夜遇到陈无相鸳鸯，路女在兵挑长江，我是几次风声几流家，岁月虚度一年真待鸟配，可惜我却是弟弟娘在前想。家园来，娘子受苦天阳堂，可得我心酸难忍来双想，忠良早爱谁不通，坚持很多实苦伤。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帮，你为何3月来不图真啊人话？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场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事，也将那奸贼斩奸将。梁思龙啊，你真老实！怎么就我弟弟来了？骂你老是梁思龙，不该上司把卷龙。上欺天子，下压臣，在我父你心太凶。谁知道战场更不是
到苍兄美国西东，时今日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听此言好似霹雳当头轰，恰原来见真是我良师龙，不知道你为官清正立朝中，瞧不了你常是马军龙。那个大侠绝绝是山中，你却中央心太凶。恨死我妈的脚下把死功，老我做过那梦，今日恍然心大梦，从此先生恋啊守候。生死他，两生死。怎么又骂起我母亲来了？骂你生死太不良，皇位名不随风丧。不是全副迎征讨，反在湖上家与海中粮。欲造一色犯我岁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房。帮兄原来是我娘，难怪他总是怒满腔。娘子啊，你生女子有胆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。幸亏接我来听见，啥陪人知道，你先要逆风的何是遭殃？两牛叫啊，两牛叫！怎么又骂起我妹子来了？骂你这人两牛叫，离你连次见不消。快上我胸膛下云你，一想情缘想起乱叫。你没魂不成恨在心，既然祖父为你恩师道，我下家虽然遭罪，又遭报在你命难逃。应该骂得好，妹子她无所非为才难当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肉丝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大志枉徒劳。两牛死哈，两牛死！啊！怎么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怎么会被骂的嘞？两牛死，皇位受到生命死。几番旧情我不允，今算夜夜反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重转世。预兆一日曾来同，兄妹重逢得了知。先斩老子两只龙，后斩不言两生死。三斩要笑两牛叫，再斩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牛死，好气，好气也！他口口声声骂冤死，不与我母亲那样子。我与全家比同儿，那金家红我比上子，我平日待你与我错，你死的不分让我死。你欺无情，我无义，
亲自他岂肯将云娘亲嫂死？娘子是笼中之娘，忙送女，今日绝难逃一死。哎呀，是，看起来事原是我家错，难怪他报仇里他知我不帮他反害他，空为人间欺压男子。他既无情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事，今晚对他表心意。欲恐怕笑话了我娘子。我还是轻轻地叫他开门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外面叫忙，是哪一个？是我。有事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娘子把门敲，我看转心机问他笑，看着是放在子夜，他听见，看来今生难逃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来了。请。请来接礼，家务长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晚好啊，是晚好。惊动娘子，王不见挂。夜阑神经，你到此做甚？正刚才娘子故于郁闷，一言不发就回转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他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守得多年，看天色不早，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头上在望，是言是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明明听见真声没有，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那是心经。心经？
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，叫我听听吧。遇到是无人念经，欲看无心，念过嘛，也就忘记了。哦，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着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。男子往外进，开闸门，有人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。爹娘。起爹娘来了，这是在你心境啊！我的娘子来是余香，终须是冤仇我恨更大。想起我弟弟家官居御史本王家，这阴这夜见君王传授奸人无邦家，那权奸为恩死托记。8月15我爹娘必孝顺本王上。欲捉拿我兄长下用意，引起团亲造策我，为报他人能生冤，还也欲盗趁我家园。你在不言乱语，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来念几句真正的听着你听吧。梁生啊，你这老臣，我怕你接着梁子龙，你不该尝试把权弄。上欺天子下压人，在我府你心太凶，你可知斩草更立志，导致我兄妹过西东。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你不要再讲下去了，看天色已晚，我要回房换谁去了。我在晚上，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，在后面的良药死啊，良药死。我怕你不知良药死，你往外说多生厌世。几番求情我不由，你竟然一言还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人夫妻重算死。遇上一日成雷动，我兄妹2人的粮食。现在要这粮食肉，后在比粮生死。三真要叫两一叫，谁在冤家两有死。夏永雅呀，夏永雅，我弟弟黑你父母传世法上，必给保证。我母亲祖手上死气人，也可斩的。我妹子无足必为与母同门，反也不冤。我俩有事，一非之门，二非同当。
不从太错了你。你竟说也要杀我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回当被你母亲与你父母生我。正正岂有此理！他方才此意道理明，看来是非算哦，他能。最从恨有深，因此伤断了夫妻情。今日里你兄娃来了，我当明他是为妻肉上必能分。你既算与我不同心，就应该辨明是非并公正，方怪人两我苦衷见我就是我欠下的父母也管他见娘子看清同我心，两家缘缠深，难怪他对我冷似冰。3月来，他从未吐过肺腑言，想不到今日我也教会娘人，见他常为我心不忍，父亲娘子手中情。
的机会，我难拒人上将欢笑也在心。我把起家子，长子怒恼气不平，听娘子在外言细语，在求几声关人。小勇呀，我凭啥对你多此人？你家对我家严重的，今日里话是实在相信，只怕你是保全至少放关心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不亲，我也不亲。不算是奸人之子。生你把我真此因，这真是事半沙块要加倍，倒叫我自己难想来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万须设法去挽回。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呀！去不得，方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呀。我啥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经得往来带你这将你？我在哪里生气你 ？No， 有事之下有理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好理由？方才娘子受惊了。官生谁求了？像我母亲的妹子都是你杀无仇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杀被某妹知道，今后非小。谁啊？是我。哥哥，弟弟进都来信，母亲命我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来这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叫你今日准备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。是啊，弟弟举止催你上京，你总推测时间晚早，如今弟弟越来心催出了，倘上无了靠近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来担待呀？嫂嫂，请你替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为禀母亲去了。
放心啊，母下万事不屈服死。你父母死才病，你啥不去，发要上车后来。我想你去以后，我尚未转离家，等你已经用归，再来接我，你看可好？事甚好，那我在明天临营之间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考试一毕就回来，娘子你休将钥匙敞开嘛。这牛排是我父母一缕分，今日神父表衷肠，身家两地要思念官人啊，肩配有时肩起肩配有时肩起望，娘子我一定啥也不离场。要写将士一封，明日前去送与大娘。待我写好书信，立即动身。是。熬得到转，乘风得意。月堂金马岁日远，难杀夫妻两分离。弟弟我回来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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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孩儿拜见弟弟，恭喜母孩
后喜我儿，孩儿教应得中，后作挂齿。各种长远，乃是一喜。今日我儿又有大喜之日了啊！你的此话从何说起？儿啊，放在这琼林叶上，岳亲王爷见我儿才貌双全，十分喜爱，愿将他都生女儿平养穷子，招我儿为穷啊！这不是天大的喜日了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之为美，高攀万顷，为父实在是答应了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真为旁了，既不遗忘，难道弟弟不知赵康之妻不下当，定期再娶才难当？刘家皇平门庭地，将他休妻有后法。我还做了穷马郎，谁过润水是周家。天道公明，不能去。童权大别是平常，此事孩儿万万不能得意。好！哎呀，我儿，你好糊涂啊！秀子那岳亲王爷乃至身上的亲王说，我儿遭了穷马，就是当今的女美长了。京都两家有了泰山之考，你我父子东张少当，我说不能任性所有，拥抱父不准他讨父妃呀，今不知欺天下是罪王，弟弟。陈阿香，理应该出身保不住忠良，残得真何用他山靠，大伯给长死把草纲，须知道其心自是难欺天，切莫要这件事报何事上，一切所谓的所前言，休待他年后悔长。小奴才，奴才特也太猖狂！你尽管教兄为父小满堂，我也一定难更改，定要你王造东张，上辈子乃勉强，我就不去家中去糟糠。婚姻大事父做主，孩儿已经有期望，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爱与不放。小畜生，你不容父命，大不孝。这不孝的财命儿冤当。呸！皇家妻子岂能儿戏？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，你抗旨为父，哪晚了得？明着将你送到皇府，去也要你去，不去也要你去。弟弟，哼！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
了无凶狠，是夫人眼睁睁插身，逼于娘。我是彩绣迎风台，偏要功夫怕水行。画眉之气迎明节，恰不学香人东刀郎。这世上何故少不同？悔不该上京来对俺靠。争什么状元，做什么官？今年过节不去，再不能报。娘子啊，你望我早日红归早团聚，才知道小香好凄清啊！一日王公生日海，总算有此。难逃，今宵一股到明早，却见后继特龙郎。这叫我是好是好啊！自己不长小权受当场，不穷追到苦门场，身上不将众劫匪，朝廷官员杀苦恼，世事世道真为官，无情能在不走。把天亮好，爸爸，这富贵永往富贵，与生弃官去还，思乡堂。相公，我银已经收拾好了，快把书信给我。良凤，事情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一起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嫌什么要大为呀？后来龙娘命成娘。
个君臣无知情，一笔勾销。什么病症？夫人她没有生病啊！娘宝，小子夫人得了这病，才命我们大娘就回来的呀。难道我亲生落眼睛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，娘，嫂嫂回来了。媳妇穿前伯伯，哼，罢了。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两宝言道，伯伯身子欠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拒不问哦，还要帮伯伯死才。不管当，不管当啊！嫂嫂，我们几次查证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再三不肯回来呀？这我是逢寂寞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没有？同伯伯之福，寂寞病体已好得多了。啊，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上江里救了你这个小生女儿。这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女儿本姓冯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生身父母不宜找你上访，恐怕不得的吧？不宜见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母女。我请问你，那一是我送信接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无需行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为墨梅之桃，起火飞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！哥哥之言是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平时对我们都冷淡？为什么事业怨恨长眉梢？分明的你终于非常事，不知道前路你何必想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网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熬一张离自私马家难应当，自才有句休的啦，休的啦！你应同毛东夏雨你，分明你是朝廷去嘛，夏雨呀，夏雨呀！我心风筝为变心想，夫妇见我比猜想，民同袍同生不少，怎能无端把谁讲？话言巧女不中用，劝你还是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三言你不信，这天堂的冤枉我担不下，死皮不为刘家。且慢，到哪里
里去？起码遍体为雨，委屈死吧！今日你许下插我家，你们真的是此不讲理！懂你还讲什么理？还不用回王去下去！娘，他要这样还不肯承认，还是明天找宋官拷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既要将他刀书往内，明天一早送官，我叫跨谁娘来？
来日方长我不忙，想不到一笔永居难自尽。阴阳明婆愿花情，故为你深情女恩一片，做事有想心似金，岂可说是造无言，恨无生死必成为仇恨心碎愿从天。谁？是我侯香。侯香，你来此做啥？前来相聚他娘。娶我？他娘把天子事，侯香都已偷定名堂，不趁他娘早来，过我偷了数日，前来相聚他娘。侯香，月牙是与保罪之身，就不忘你的他。哎呀，他娘不必如此。趁此还有无人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他娘，后门开上。好香！哎呀，他娘，好香！快走吧，他娘。请慢送官定，放小心的很。快与我绑起来。是。小姐，他娘不接了。没想，快去夫人到了。四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孩儿拜见母亲。也是啊，你得中第几名啊？孩儿得中一甲呀！哎呀，好宝贝呀，你得中得名状元，这真是用中要走啊！妹子向姑姑道谢了。母亲请往里来坐。母亲
因何不见我娘子啊，哥哥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李家去的吗？方才我又去过刘家，又没见到这个母亲已将她接了回来。妹子，快唤你嫂嫂进来。我到哪里去讲啊？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呢？问你妹子去吧。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哥哥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昨日呀，却是接了嫂嫂回来。今日一早，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。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，昨日再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何不见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母亲，这是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娘一定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啊！相公，昨日夫人根本没有生病。两宝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嘛？两宝，你与我从实的讲来。是，相公，昨日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只是夫人得了疾病。等大娘回来一困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当上，哪有什么病嘛？两宝，你不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有骗人。后来呢？后来夫人小姐把大娘关在房里，关上了锁。哎呀，天赐眼泪为好比，莫非娘子泄了情？两不两宝，换众家的我不中去死。谁过？你好放肆！少不见我娘子许官若是无道理，你要怎么样？让你们玩我的娘子！哥哥，嫂嫂说是引本私道，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神不成？你是什么？不是他引本私道，先生。哎呀！你们要玩我的娘子！你要死！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贱人，尽管对我视此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！老实的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早定去玩西雅云家。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娘，害死了我的娘子！我要你们的命！要死！哎呀，要死啊娘！你要死啊！哥哥！哎呀，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要死啊！你此次放不见，给我告诉你弟弟知道，却不饶你！你家人到底到哪里去了？
恰心开。我指望与娘子结老岁，恨无对一封诗的浮尘味。奇怪怪，长相长随，后同当南宫上，不去富贵。与谁知为家人，变生一位。牵牛培养不见情，我常乱心碎。会不会哭唱的高贵？会不会情比里两地分开？嘿，娘子，春走头岁事难择。嘿，娘子，今已横在前头。从今后曾孤雁凄凉怎为？我愿谁娘都应是在才双才我的娘子听相公声声哭泣堂，天差的生儿也悲伤。他如此多情是无伤，我真伤心待他满真香。娘子，相公，请用参汤。谁要用什么参汤？娘子，你死得好苦啊！相公不必伤心，他娘还安谁呀？侯相，你说什么？他娘还不成事，不成事？侯相，相公有所不知，说夫人小姐将他娘刀锁房内，实是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就判。侯相心中不忍，过往我错于三更偷了数日，实在
宋大娘逃走了。侯相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？不错，不错。哎呀，侯相，请上水母一把。相公，这是奴婢了。侯相，大娘也在后次啊。好。哎，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刘相公家去问问？哎呀，对呀，上里是从梦有希望，我看我刘家新期望。相公最好。多谢侯相。相公。急忙忙迎匆匆，好似飞鸟踏盘龙。到此俯瞰青松山，遇见东方色路红。这扬州关来难拘留，我腿膀起舞黄山东。远追高飞皮步，挂袍下滚身情意松。倒不是尊吞兄泪饮中，他日夫妻能重逢。哎呀，我这此刻去到刘家，煞被那两家发觉，欺别连累恩兄一家。诚心无知一彷徨。迎着朝阳回家呀中。咦，这前面好像是我的阿妹嘛？阿妹，恩兄，阿妹啊，昨日你讲为着两家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怕为在此呢？是阿妹啊，我脸色发大好看人，一定是啥毛病了。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让侬阿嫂来帮侬调理调理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，干嘛一定是出啥事体了？恩兄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。好，那我们到屋里去搞。是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到自家屋里呢，还有啥个犹发觉的嘞？来，快跟阿哥来。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欺骗连累恩兄一家，于心不安啊！阿妹啊，你我几位兄妹就应该像同胞一样。阿妹有难，我做阿哥的理该去承担，更何况是搭救忠良之人。阿妹啊，你也不必太顾虑了，快请进吧。恩兄，请进吧。恩兄，请。阿妹啊，你到这之后，啥被那老七不知道，也怕人私自寻找。这阿妹侬是千万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家里。不过
这前厅后堂上房收高，你是统统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阿哥这个私房里。个私房里嘛，哦，是躲在阿哥这个死柜里。啥时那老七婆到来，做阿哥的也有办法去对付。但等天一黑，我就把侬稳稳的送出扬州。阿妹，侬看可好啊？俺兄为小妹四次操心，小妹过不起。用不着，用不着。阿妹呀，你先进去躲起来，让阿哥出去帮侬当听当听啊。哎呀，阿妹，阿哥不叫侬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的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要是早点不我晓得嘛，这个美人我就不做了呀！吕师兄，吕师兄，他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我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。哦，那去见过堂堂爹娘。我也见过岳母母了，小弟要见是替亲王女，那到厅堂去坐吧。厅堂不便，还是私房里好。这死亡啊，这几天没有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还是厅堂的好。私房里好。梁师兄，梁师兄。吕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你果然是问我阿妹了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有病，已经帮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曾见来？今日没有见过啊。当真不曾来过？哎呀，我既是骗过你了嘛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啊，我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我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了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我阿妹竟不见了。哎呀，他们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刘兄啊！花木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倒数王莽事多见，我想好心救娘子，三更插走难人命。说实来，你母亲和我阿妹有仇是啊，他们啥个仇人？这件事关系从那非儿媳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非。刘兄啊，既然娘子不在此，我辞别刘兄去行去。梁师兄，这样大的扬州城，你到哪里去寻他呀？这个金台两难无知意，娘子叫我到何处来寻你？哎呀，娘子看他来意倒是不好，带我先去试他一试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！传兄你不必可怜的，舍不得我阿妹马上会得到家里。好，侬耐耐心，哎呀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，当初你比起为
一家一命。哦哟，革命长远是一节的，我要向你两兄来恭喜。有什么劳，供什么喜，你不知道平地风波起。哦，起啥个风波呀？王师要我造群马。哎呀，这倒是不错啊！这真是贵上加贵，喜上加喜。哎，我娶娘子非容易，经过之事难耐你。祖官要我修前妻，我情愿也是穿帕衣。我指望夫妻重团圆，挂冠插到回家里，想不到家中去逃。我娘子的生死不将息。娘子你果然是气话逃出来的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啊！好了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尽量晓得我再来接你做一个媒。娶一个像我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！我是娘子心不气，你恰使我不仁义，我无此寻找及时人，你反来劝我另娶妻，兄妹之情无半点，往为同场成知己，从此与你团圆去。你望东来，我望西，两师兄买对，阿妹，娘子，官生，这个年轻姐不得了，娘子。从天而降，我天堂的外闹不得光。见官生衣冠不正，郎啊配香。他叫我心衰难忍泪呀汪汪。娘子，你为我常为恩兄为我做主张，梁师兄啊，这位小姐可叫我家阿妹呀，这下你可真心满意了吧？刘兄长你用尽心，我夫妻上结他用不着个，梁师兄阿妹啊，你们夫妻谁做当孙？我想你娘子远水高飞，对，这样子都是居女之地，你们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哦，你们等一等啊！官生，我们不是逃往山东的母亲家中，谁也可当替我兄长享乐，你看可好？是就义娘子，阿妹，梁师兄啊，这些日子你们搭在身上，我谁生死的，你们还是快些走吧，这里一切由我担待。阿妹，梁师兄，等一等，你们的宝